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阳明山的竹仔湖，每一年生产着台湾80%的卡拉花，是全台湾上界大场的卡拉花田。啊，这个卡拉花季嘛，为今仔日正式开始咯。趁着好天气，有不少乡亲走去伫山顶来欣赏这片美丽花海。 卡拉花白色色，开甲足水的，伊的形就亲像马的脚蹄。卡拉花阁叫做马蹄莲。阳明山卡拉花季今仔日开始上场，一片真水的景致，向真侪游客来赏花。超帅，超可爱！想要看卡拉花，来这就对啊！阳明山竹仔湖卡拉花的产量占全台湾的80%。 清明年假照到了，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？来阳明山赏海芋或许是个好选择。很漂亮，很漂亮啊！台北市很少看到这些的，有时候南部上的朋友我也会带过来看。卡拉花有派头、清洁两种花语，代表拍手和优雅的风度。卡拉花季开始，伫礼拜六、礼拜拢会做交通管制，民众会当坐大众运输来山顶含卡拉花翕相留纪念。